心如明镜台，时时听佛心，佛事也平安。所以讲呢，伊就想好咧讲安尼就将即首词来做在即个南路即个壁间。所以讲呢，伊到三更的时阵，那嘛就讲大家拢已经休困啊，所以讲呢，无人知影。伊就家己举咧一间伙，就即个南路壁间呢，伊就开始做一首词啊。即首词呢，家写在即个壁上。所以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听佛心，事也平安。那当然呢，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呢，甲咱讲，那么也就是讲即个为虾米？伊讲心是菩提树，那么呢，伊以着即个心，甲当作是一个菩提树，当作是即个菩提树。那么即个菩提树呢，也就是当时咱佛道呢，那么伊来得到伊即个菩提树下呢，那么呢也报人称，那么呢来得闻了着即个智道。所以讲呢，即个所在所以讲伊以着即个菩提树来比喻了着即个心，这也就是当时呢，咱世尊伊咧讲经说法的所在就对啦。所以讲呢，伫即个菩提树呢，互我拄好有一届，伫泉州去迄个开元寺敢去开元寺呢，看到伊的惠安女伫一张菩提树的头前，甲伊礼拜，甲伊礼拜。咱看到菩提树，咱敢会去甲礼拜？敢会？我嘛无法度啦嘛甲看无即个习惯。但是呢，即个惠安女呢，看到即张菩提树，大家伫咧拜甲，可见因即种的志气，咱抑阁无法度做甲安尼。嘛而且互咱了解，佛祖伫即个菩提树下呢，来成道，那么来成就伊的迄个贵气。所以讲呢，有的人会感觉讲即个菩提树呢，伊有迄种贵气，所以即个新秀大师呢，嘛注重菩提树呢，甲伊比咧咱人的迄个身躯。那么呢，即个心如明镜台，心如明镜台，心如明镜台。那么呢，伫即个明镜台来讲呢，咱讲圣人用心如镜，圣人用心，伊的用心，咱的心，咱的心，阴暗，若无想要来佛堂，你若无想，你敢会来？袂来嘛所以讲呢，你会来，就是你有用心。我今日要来佛堂，要佛堂家己做伙学习。所以讲呢，就是讲咱要做每一项代志，要思虑每一项代志，就是讲爱用咱的心，咱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嘛。所以讲呢，圣人伊起心动念，伊安尼讲咱会用着即个心。咱既然是一个人，就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那么呢，就是讲心有即个心呢，就是讲，互咱要用伫该用的时阵，毋是会使起心动念。那么伫咱起心动念的当下，那么呢，起心动念了后，当我用了后，咱即物件若无物件甲穿，迄个件内底敢有物件？无。你若无用心的时阵，迄个心内底敢你若无想讲我今日要来佛堂，你的心敢会要来佛堂的心嘛无啦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圣人甲咱讲，就是讲我真为着彼一个明仔载佛堂要用啥，我真用个心，我爱想看明仔载即个工课，咱的工课是啥，我来要安怎
划上好了后，那么伊就无甲即回事当做不甲放伫心里啦。就是讲要用的时阵，用；无要用的时阵，就像一个物件内底是非常清洁非常清洁所以讲咧，后壁甲伊讲，厝内即件事去即件嘛。比一个咧，我著明仔载就要用啥我明仔载趁要安怎，我著想好啊，计划以后伫家己的内底、头壳内底、思绪内底，我已经想讲我来要安怎做。我已经想好了。那么想好了后，你若无家己放你若无输去咧即个话，你不断的反复，你会感觉足烦的你会感觉足烦啊，因为咱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即个心受咧甲咱讲即个心如明镜台明镜台共款咱伫遮咧就是爱来学了着圣者伊用心如镜的意境所以讲咧，伫清净顶甲咱讲常用常静常清净咱头拄仔咧讲的，面对了着人事物，当然咱爱有所应对但是应对袂了后咱讲无论善甲恶，我们就不要再反复在想了。咱若不断反复在想咱来感觉愈足烦爱以事无补若无好的，是毋是佫增加咱的烦恼痛苦你若好的，你嘛心得不到清净那么佫再来嘛，毋是咱本来即种清净的自性所以讲咧，即拢无符合了着一个修道的意境所以讲咧，对于了伫即个心来讲起来，咱爱常用常静常清净毋是讲毋通起心动念，只是你用了后那么会当归依咱即种清净和无碍的意境所以讲咧，伫古籍甲咱讲讲风格所得不由心眼过罕达不由影当然咧，也就是甲咱讲亲像讲迄风咧吹过的时阵吹着即个吉他因为吉他咧一支一支有可能因有可能有去相对着所以讲风过的时阵即个吉他摇伊会震动摩擦所会产生了的即个声。但是风过已经无风当然咧，伊就袂有即个声袂有即个声。那么呢眼过罕淡不由影当然伫即个伫即个即个荷叶伫即个罕淡的当中，也是一个潭水潭还是讲即个湖就对啦那当然咧鸟只飞过的时阵当然就会映在这个水中。那么伊飞过了后呢伊自然伊的鸟的影就无动。所以讲咧，伫遮咧就是甲咱讲咱爱无助爱无助咱若无助的话，咱人讲的敢会成功？敢会比成功的？一件代志一直咧想，那么咧，人嘛会增加了着即个痛苦啦佫再来咧就是讲时时。